家门，他与你，我心藏胆愿好，思今为官贵几句，似谈得意荣耀。朝廷从头须检挑，百姓期盼更为要，胸襟盼恼连为本。为民请你莫自劳，须为这千古风流豪迈词，归去来，两袖清风荡怀笑。哎，喂，嘘一嘘。大家听着，杜为府有令，为迎接新太岁到城，严查生等与人为皮，陈我生不得靠近玄龙亭。是。军爷，让我们过去吧。关好了，不能放逸。听着，沈将军在玄龙亭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你们这里可是新太守登上归集这块风水宝地的第一关，千万不能出差错，请我仗着眼睛点。太守的官员一到，马上通报。是。请问这顾生是？杜为府要请到境界了。还等我们连生意都做不成。
臣。嘘，我本着晚上是为了好照顾你，你不要随口一叫，入了隐藏。前面怎么在敲鼓啊？听马王爷官司说，杜为府要请到进阶了。杜为府，兰玉，母亲的官算就要到了，你陪我在街上走一走吧。是。二位客官，不要往前追了，前面过不去了。大圣，千万不要过去啊！王夫人，小心！好，慢点，慢点。老夫人，太岁大人他起码先来了。哦，老夫人，请走吧。走，走。君爷，我们还要进城做生意，什么时候放营啊？是啊。邢太岁什么时候到，就什么时候放营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的鱼虾要烂掉了呀！要烂掉了君爷，回去。哎呀，君爷，我们过去吧。君爷，钱总管，这些人怎么还在这里？你这个废物！邢太岁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赶紧派人去请到。走。废物！君爷，放我们过去吧！求求你了，君爷。大圣，放我过去吧。你眼睛瞎了，听见了，不能过去。大圣，我爷爷病了，我要去买药。那也不能过去。大圣，请你放我过去吧。你再闹就把你抓起来。大圣，大圣，听到没有？拦住他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抓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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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我抓住他！放开我！请问这位是多位府的总管。这位总管，小姑娘买一句人，还是快让她走吧。你是哪里来的？今早是邢太守刀神之日，唐虞孙舍，谁这废小？难道为了一个太岁先生，连百姓的命都不管了吗？你这个人拉撒蛮多，傻瓜孩子，去！你大圣，求求你，就放我过去吧。不行，你们还缠着干什么？带走！放开我，我要替爷爷买药。我的姐，兄弟们，你们死吧！走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他还是个孩子啊！停！你们太欺负人了！你们要遭报应的！要遭报应！混账！他等掉命！再管58刀，去把你抓起来！你们停！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啊？抓起来！我退！哎呀，不好！救家！你管捣乱！我没有捣乱，捣乱的是你！反了！你管是我捣乱，今早绝不放过你！来人，将我抓起来！你们从为不争气哪的不让我们这样。
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这个调度骚乱出去，进入了黑酒家。哎，皇上在哪里？你究的什么家？你们有眼不识君啊！啊，他是皇上在他之下，虚实万岁，压下去！慢，羞实万岁的，正是你们。请君言，无下生来仔细教，苦宽见，姑姑前壁满地爬，一妹妹去都是朝廷多少，上珠玉光灿灿，皇帝甚好，见甚好又是见甚假，真诚心，人人皆大算无恼。官家为何不抓挠？一个个金船旁边冷眼瞧。十倍那新任太守来自小，今天一奔走，奸夫岂不逃？哎呀，身上啊，他们手牵手。两张脸当面虎万岁，背后说当朝，我救家来自在你当门内孤身魁地，四偏颇一丝龙。请对对讲，哎呦，请你，哎呦，你也起来，你这个废物，滚！你个废物！你与我抢什么抢？我没有抢啊！中国喏，哼！中国，滚！那一文不少，快走吧，别在这里添乱了。谢谢你们了。哎呀，两位祖宗哎，这家一局了，节一完了，你们怎么玩不走呀？哎，大婶，你看，大婶来了。喂，赵四啊，靠边，靠边，靠边，再靠边，再靠边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啊！听到没有？回
祭都尉圣朝恭迎刘太守。老身是刘聪的母亲。老夫人，请问刘大人？刘聪他骑马先来了。先来了。恭迎老夫人。多谢孙大人。夫人啊，我是总管必须接老身眼力不好，失礼了。老夫人啊，这位才是都尉府的升塔将军。多谢孙将军。老夫人，请走开。老夫人，多小心啊！多谢你。孙将军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母亲，孩儿在此恭候母亲。聪儿啦，你们先到啦。我们到此已经都死了。母亲一路辛苦了啊。老夫人，兰玉，老夫人这边说吧。好。请问你是？在下就是新任归期太守刘聪。刘聪，刘聪，兰云，拿引荐来。不用了，正朝拜见刘太守。拜见刘太守，怎么回事啊？贵姬夏日国运怎么不来迎候太守大人？是下官还告他们不要来接的。在下实则未能及时恭没有那么严重，下官骑马先营正好图一个食材，有劳都尉原因了。刘大人一路劳等，请先到官衙歇歇。请。刘大人啊，遵照朝廷旨意，在你上任前，归集军云闻都尉府沈大将军暂未代官。听闻大人上任，沈将军满心期盼，特意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。快，多名设下，先人问安啦。新太守到任，这栋红日高升，贵气万民欢腾。当时无事，都尉府与机务迎宾馆19接风，一日卯日起，贵气数十个月，修于阳山楼、福兴楼、望海楼、中国楼、朝阳楼、七星楼、十场所，就业迎接太守。外间张灯结彩，得待唱戏，与民同乐，七天七夜。接下来，沈将军陪同刘大人驾临各院，是这文安交接太守生要偏死了。不是你。刘大人，请升药。好了。听得我一面前惊心出毛，这几代排场太过造谣，初来乍到各方莫轻少，万能所见一改面了，与文安多次抚养，请你为好，有你那我是为登门讨教。本上有小脸名字陈太守，这真是规矩不违
计与良人，开皇帝征赋税，叫那钱粮多几倍。看起来生草又能有，又为这不过疾风何必比肩那在？生都为一片诚心我自想，初上任又何必美酒佳肴？烦劳你此去万寿千杯宴，待刘聪把心成将，饥寒保暖分一遭。老张头，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自从邢太守来到我们关机后，杜卫府就传话下来，禁止我们强盗村的百姓进城。如今他们在下山的路上设了关卡，今天恐怕我们连这座山都出不去呀。那些官家别等我们追退俘虏。不管怎样，我们要想办法见见新上任的太守。听说新太守上任3月来，为民办事，为官清正，不与那些贪官污吏旧虐来往。看来我们的冤屈由此可生了。爷爷，那我们走吧。老张头，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。就算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见到了邢太守，他会相信我们这些强盗村里的强盗说的话吗？他们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？到底谁是强盗啊？秦总管，大人有话请讲。这3个月来，杜卫生草也是出力不少啊。看起来沈都尉真是个关联之才。怎么，你也觉得他是个关联之才吗？你总是当众夸奖他，他真有这么好吗？那你觉得呢？孙操这个人，对人毕恭毕敬，凡事灵应必重。不过，我看他有时言声有意，有意有止，不知哪里有些不对头。都是贵己有个能管的沈都尉，退官3年，上报朝廷的赋税却多了1倍，成绩飞速。但细细观察，我心里却有些疑问。你讲与我听听。刘聪一直都说我是一个关联之才。秦总管，你说他真的会这么想吗？大人年轻有为，气宇非凡，
整一个归里之贼，能给可得了啊！吕聪的才能在大人之下。刘聪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。钱总管啊，你可要把他看好了哦。大人放心，这个吕聪上任3个月，除了游山玩水，别的什么都没干。大人，请。游山玩水，他这个诡计太守倒是有些实才。那深草号称爷爷大开口，因此上叫夫婿都顺着。我查知前人马着早肯慌着，多宝的证据出现。夫人，你注意到了吗？遇多次一帮破衣懒散的百姓在关押前是有冤屈要诉，等我闻声越信他们之事，却已不见。这么巧，几次寻访都不能见。是有些奇怪。待我越深入调查田美夫婿那沈朝总是推三阻四，并着他今日遭遇，与其说是在领路，我困是在监督。于是乎，太岁大神只好瞒着上下，微服私访，偷偷地爆料出来。嘿嘿，此我在夫人也。上山的路不好走，夫人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那你呢？我去收回。小心点。到了。爷爷，你慢一点。军老爷，你们这些人不在强盗城里待着，跑出来干什么？军老爷，请命了，你总得让我们围城去祭奠祖宗吧。是啊，围城？好啊，那就先交费啊！好，一人一文钱。赔死了，涨了，一人3文，喏，9文。怎么说涨就涨啊？这是对府的新规定，交不出，休想从这里过去。你看，我明白了，你们设下关卡，就是不想让我们去见邢太守。明白就好。沈都尉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人必恐天下不乱，想到太岁那里去告状，是不是？你们不管让我们去见太守，是做着心虚吧？死亏！你不要经久不前，去吧去啊！回去，未到3里不许出来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我们这把年纪为做强盗吗？叶宁城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回家，我们要回家。你作死啊！小强盗，呸！我们不是强盗派，你们才是强盗派！强盗派！君息怒，莫给小孩子一般见识。想跟我闹？君爷交代贵守，我们回去。
也在想委屈，完了！你们还想跟我闹？哼！带走！这去，走，这去！郡老爷，你是哪路神仙，蹦了出来？我啊，郡老爷听了。在下山东刘阿强，音律匆匆为经商。本听太守是老乡，得到贵的炮弹帮。常言道后为贵，能帮臣子七相拉帮，这老老少少相为家，为我君也没伤了。自古有人想在魏晋这块土地上与你抢实权，你会答应吗？就怕他吃饱了胃不动，就算他有3腿龙兵，我也让他插翅难飞。你是太岁的老乡，郡老爷，小孩子说话总是不当真的，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。与你啥相关了？天上掉下个刘阿强，这水倒是没茶法。好，既然你是太岁的老乡，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放了这个小东西。来，放了。爷爷，上次金针梅呀，就是这位大嫂帮我的。好人呐！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！不要看，走开，走开！老东西，今天对你客气了，回去，回到山里不许出来。郡老爷，这些老百姓为什么只能待在山里呀？阿强朋友啊，你说是太岁的老乡，可与太岁认识的呀？他是个当大官的，我只不过是个小老百姓。不官子也了不得。了不着，了不着。那我就告诉你，这是我们省都尉下的令。孙操，你这个了不着的，就不要多管了。郡老爷，你们这样对待老百姓，被刘太岁知道了，岂不要怪在省都尉吗？只要这些刁民见不到刘太岁，那刘太岁是绝对不会知道的。
只要他们见不到刘太守，那刘太守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当算了。阿强朋友啊，我看你对这些刁民不要太好心了。我们深度为实了，里面这些都是弱民，要你加罚判。军老爷，我是个做生意的，想上山去看看有没有钱赚呢？山里都是些穷老百姓，你可不要进去啊！山里是个抢逃城，抢逃城。你们做生意是被动的，做官的都有诀窍。诀窍？做官不用愁，个钱权两水抓，上得线，下身架，对上怕，个对下压。上司来了，死的话，百姓头上狠狠刮，狠狠刮。看看前生马正太守到贵境，不去巴结上司，买头修什么建屋啊？开垦什么野田，落得个穿凿剥皮的下场，这可是前错之鉴呐！原来是此啊！本来是此嘛。那你们深度为呢？天色不早，你还是快回城里去吧。哦，那你们呢？我们啊，哼，到永乐城吃老酒去。对啊。抢逃城。今日令避开都尉私下议，亲眼见可立残暴欺百姓，那君子言子酸守明德义，老于悲愤难言，继续恨。看起来山里深处有一情。讲到城却是那古潭深水，曾经言月风高胜过子，流从我到长生山，长久经。老公，哎呀，夫人，你怎么又回来了呀？你个人进山，我不放心你，我要陪你一同前往。你快回家告诉母亲，生我今晚有事不回家啦。不，我要陪着你。